佮来看到化石燃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，嘛是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开销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有国际人权团体甲环保团体就共同指出，咱台湾的民间企业甲罗西亚进口涂炭的量增加3成，是罗西亚涂炭第5大客户。所以呼吁台湾的企业唔通搁甲罗西亚来买，嘛要求台湾的政府得爱管制。化石燃料是罗西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，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嘛，成做罗西亚对外入侵的主要经济来源。即马就民团指出，台湾是全球第5大对罗西亚进口煤炭的国家，认为继续买罗西亚的煤炭等于是支持战争。因认为台湾作为民主而且重视人权的国家，应该要停止进口，要求政府做出管制。希望经济部可以彻查整个台湾企业在购买俄罗斯煤矿的状况，被欧美点名制裁的一个相关俄罗斯企业，也要请经济部彻查我们台湾和这些公司的商业伙伴关系。第3个是请经济部依贸易法第5条，会同相关的机关，报请行政院核定，要禁止或是管制俄罗斯煤矿的进口。国际能源甲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指出，台电过去是主要的罗西亚煤炭进口单位，但伊对战争了后停止进口。不过民间企业的买卖，所以也是让台湾整体的罗西亚煤炭进口量成长31%，对战争开始以来总共累积进口35亿美金。Thai Power were historically the largest buyer of Russian coal. They haven't received any shipments of Russian coal since September 2022. However, Taiwan's imports rose 31% in the most recent 12 months due to other private companies purchasing more coal from Russia. 另外，国际地下组织台湾分会也指出，开采煤炭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，危害开采区域附近居民的健康，违背环境人权的价值。因要求台湾政府应该要调查管制企业进口罗西亚煤炭，嘛呼吁企业莫去再买。记者柯川、柯秉在台北报道。